今仔日早起，咱先赶紧来关心地震的消息。昨天暗时6:09的时阵，花莲发生瑞士规模5.5的地震，一直到暗时7:15，短短点外钟，拢总发生8届地震。气象署表示，暗时6:53，迄个规模5.9的地震是主震，也若这3天内，民众都要注意，可能要是会有地震尾。 今次气画面摇摇海海，花莲较有名的景点李鱼潭就是影像记录到地球冰心的时刻。昨暗6:09，东部海峡发生规模5.5的地震，尾仔阁发生几落变地震。暗时6:53，阁发生规模5.9的地震，上大震度有到4级，差不多全台湾拢有感觉。4级而已，很小啊。很小哦。对我们花莲人而言算很小。哦，所以会害怕吗？ 突然这样子2震2下，不会啊，习惯了啊。花莲1点钟内发生7变地震，震央拢伫咧东部海峡。尾仔暗时7:15，又阁发生规模4.3的地震。这边震央伫咧花莲县秀林乡，1点外钟连续发生8变地震。当地消防局就接到报案，讲有人掉伫咧电梯内面等人救。那在2楼处的电梯，发现民众受困在里面。那我们利用工具将那个电梯门打开之后。 协助患者脱困，那也没有说他哪里有不舒服。气象署研判规模5.9的迄边地震是主震，要注意3天内有可能阁出现5到5.5的地震尾。针对这2起地震发生的主要原因，应该就是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相互间的碰撞所引起的。我们目前暂时将5.9这个地震列为是主震，然后前面的地震，然后当作是前震这样子。 那未来的话，我们不排除还有5到5.5之间的地震会在未来的3天之内发生。地震了，代替撞到phòng林之间，按照4级地震的规定，速度放慢驶。台北捷运甲机场捷运等铁路交通，伫确定无异常状况了，正常营运。不过民众普通时也是要注意突然间发生的地震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